表嫂又在大山里头来卖猪儿来了哈。大雨来了，我们先躲下雨打着，等一下雨停了，我们再来摇猪儿。我就听那30斤路途，手喂点猪儿，平时没谈粮食都会儿。娘娘，走哦，那个雨口看起个像不得停了耶，今天。我们先去摇猪儿去哦，不然的话要在你儿屋里宵夜。今天，走，娘娘。今天表嫂运气好哈，2家人的猪儿要卖，有4头大回走，我们那是先要那个叔叔屋里的。好，那回走我爸爸不走啊？我不去。马上回家吧，天都要黑了，今天啊，真是走了一天。